Hi，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 K 進。近年呢，其實國內都好流行資產局呢一樣嘢，即係話你嘅資產要到達某個位，嚟2000萬、5000萬呢，先可以參加呢啲咁嘅飯局。根據我喺國內呢啲咁嘅識咗唔少嘅大佬啦，或者有一啲嘅參加者都有參加呢啲咁嘅飯局。我今日仲同大家討論下，到底大家呢應唔應該去參加呢啲咁嘅飯局呢？當然你覺得 OK 嘅，咁你咪去咯嚇。不過都可以聽下我嘅分析先。不過第一種呢，就係女貴男要驗資，分種即係男都比較平啲嘅。咁呢啲呢 service 呢，佢主要係俾一啲嘅女企業家啦、女高層啦，或者黨委嗰啲女咁樣，佢哋可能都係35左右啦。咁樣呢，所以為一個老公呢，就係咁耐你以嚟都揾唔到，所以呢，就可能真係要去啲咁嘅交友局呢去揾一揾。咁呢啲呢，男人嚟講呢，即係都要一定嘅資產嘅，咁2000萬、5000萬都類似啦嚇，仲有啲房產啦，可能佢哋嘅審核確實比較嚴啲嘅。之前有個參加者，佢又去北京去參加呢啲咁嘅飯局嚇，希望都揾到啲靚女啦，但係入到去，一打開門，全部都係嗰啲啱啱所講啲女企業家或者一啲嘅黨委，咁而且呢個呢氣氛呢非常之僵硬嘅。因為你又同嗰啲女人唔知講錢好定講感情好，佢又嗰啲女人呢又全部問你錢啊，問你職業咁樣嘅，咁仲崩緊個相親，所以呢，成個飯局呢嗰個氣氛呢，即係都幾尷尬。又食完呢餐飯就冇啦。咁後邊當然啦，我哋即係嗰啲至少有資產嗰啲呢，都係想揾啲靚女、可愛、年輕啲嘅，都唔係想揾一啲咁嘅即係黨委個女或者啲女企業家嘅嗰啲咁強勢點樣相處呢？另外一個參加者佢又去過一啲深圳嘅一啲嘅千萬飯局啦，佢又報咗名嘅，咁佢又遞晒啲資料去啦，點知最後都係留咗局。點解呢？因為可能嗰個女企業家覺得，喂，佢可能得2000萬資產，分鐘我自己多過去喎，或者佢得幾個房產，我老豆有幾個啦，所以呢，最後依局呢其實非常之難搞，好多都係留局。咁最慘係呢，即係呢個參加者佢自己啲資產暴露咗俾人，又可能呢間公司呢，又攞咁嘅資產或者佢樣啲相走去做其他嘅宣傳，所以其實呢啲都係得不償失，最後連飯都食唔到。咁第二個呢，就係最普遍啦，就係男人呢，就俾錢俾高啲，可能2、3千蚊啦，或者有一啲高過成8、9千蚊都有嘅。女人呢，就係面試呢一啲呢，其實我覺得國內嚟講呢，極大部分都係吹水嘅。咁又話自己有3、4千萬資產。我當時呢，就同個大佬即係都有傾過一樣嘢嘅。咁佢又點樣驗資？佢又俾咗張圖。呢個人呢，佢又話佢自己身家有3000萬，咁截圖俾我，即係睇咗張截圖。咁又當佢嗰條又有3000幾萬。咁當然啦，呢啲咁嘅圖即係非常之容易改。而且嗰間公司呢，係冇可能直接去銀行去問嗰條友有幾多資產。啲咁嘅圖AI 改，你自己改都得啦。你話你自己37億身家都冇問題㗎。另外就係女嘅要面試啦，咁就面試其實我覺得都你唔好話咩大家閨秀，都冇乜可能㗎啦。好多都係嗰啲小模啊、啲網紅咁樣，話吹到自己咧咩出去留過學咁樣。咁嗰啲其實即係大家都係一個不真實嘅範圍去做一樣嘢啫。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實力嘅人，或者啲即係大家閨秀嗰啲，其實佢哋喺家族上面已經係自己可能會辦一啲嘅活動，其實都唔需要話去呢啲咁嘅資產局，因為呢啲資產局呢，即係向外開放嘅，都好多都係就龍蛇混雜。你話你自己1億資產啫，整圖出嚟啫，我自己整都得啦，呢啲咁嘅樣。咁不過呢啲資產局嚟講呢，即係好多都係去到真係吹水。如果你覺得你吹水得嘅，咁嗰一大把即係講真國內嘅人呢，吹水仲勁過香港人。我覺得香港人嚟講呢，即係講真吹水佢都有一定嘅程度。好啦，咁呢一個呢，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就用錢去吸引女人啦，呢啲咁嘅局。即係有啲似我哋以前講嘅選妃嘅感覺，但係算唔算得中又係引申到第三點啦。因為呢啲所謂嘅網紅小模或者可能話佢自己有啲家底嘅女人呢，直接呢就係用錢去同你掛鈎嘅。簡單嚟講，呢啲局我覺得確實係幾膚淺下。咁你最後得唔得到呢個關係嚟講呢？其實好多都未必得到嘅。
因為你可能要花係話，佢覺得你有3、4千萬資產，咁你係咪應該要送架 Benz 俾佢？係咪話要整個套房俾佢？或者你係咪要買 LV 啊、GUCCI 或者等等嘅？之前嗰啲依家啲小冇咁蠢㗎啦，即係你如果你買唔起啲名牌嘅嘢俾你，最後點樣同你有發生關係啦？簡單嚟講。咁咪一定要 keep 住嚇，每個月可能都要送佢啲咁嘅名貴禮物，又要用5星級嘅酒店，或者又要包佢去法國咁樣樣。呢個就係所謂嘅有少少包養嘅感覺啦。好啦，咁就今集嘅分享就咁多啦。咁如果你話想知其他咩深圳交友嘅資訊呢，我第日會同大家再去講下。咁我哋下集再見。